2025年動力啟航香港青年內地實習計劃正式啟動，我哋陸續組織咗香港大學生去到內地城市工作實習，你嚟睇下佢哋嘅表現點樣。咁我今次嚟到呢一個實習期間呢，其實我都係有去跟拍到一啲嘅文旅宣傳啦。咁其實呢啲工作呢，喺我嘅眼中其實都係好重要嘅。呢一趟旅程其實都令到我獲益良多啦。但係今次嘅實習入邊呢，公司都好好安排咗一個 AI 嘅培訓課程俾我哋啦。咁喺入邊呢，其實我哋都學識咗可能用豆包呢一個 AI 去進行一啲劇本嘅編輯啊，同埋我哋都學識咗用織夢 AI 呢個 app 去剪接一啲 AI 嘅視頻。咁同埋咧，剪接咗一啲特效嘅片段啦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非常新奇嘅體驗。經過咗呢次實習之後咧，我覺得我嘅出路係又會多咗一條嚟選擇。我嘅工作就係睇一啲直播嘅口播啦。我覺得我揀呢個部門其實都係想真正了解下幕後嘅操作係點樣啦。而我一開始以為好簡單啦，咁就係攞啲產品啦。但係其實實際上呢，即係真係了解咗之後呢，係真係發覺其實係即係冇想象中咁容易啦，都令我認識到更加多關於呢個行業嘅內容。就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嚟到呢邊實習啦。啱啱嚟到嘅呢一個星期咧，咁我就嚟咗檢驗課，跟咗唔同嘅老師啦，學咗唔同機器嘅運作啦，每一個儀器都了解咗佢哋嘅運作同埋步驟啦。好幸運喺呢度可以有機會可以實踐到呢一方面嘅知識同埋理論啦。我覺得我們能來到一個真的醫院去實習，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一個機會。來到了我們貴州市第二中醫院，我也去真正的去體現到作為醫護工作者、醫生這個職業是很辛苦、很勞累的，但是它是很有責任心的一份工作。說是目前來了這個醫院1周多，我也就真的我想很簡單的總結一下這個醫院，它是一個真正的服務於民、一心於民、造福於民的一個醫院。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。咁除咗工作之餘咧，我哋喺空閒嘅時間，亦都會去探索下惠州本地嘅風景。咁我哋就去咗西湖。除咗去西湖之外咧，我哋去羅浮山野爬，睇咗日出同埋雲海之外，我哋亦都係 strike 到一個 work-life balance， 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嘅平衡。咁喺今次實習期間，新動力提供咗一個好舒適嘅環境俾我哋啦。我覺得對我哋呢個實習嚟講，其實係作到一個錦上添花嘅作用咯。揀呢個計劃嘅原因係因為自己本身對呢個銀行業有啲興趣啦。之後嘅職業道路咧，我都係有諗住去銀行入邊去做工作嘅。咁我想趁呢個機會去體驗下銀行業嘅工作。好多謝惠州政府、香港政府同埋新動力今次俾呢個機會我哋嚟呢度實習啦，俾到我呢個機會啦，可以更加認識惠州啦，俾到我一啲好好嘅寶貴經驗。我都好推薦大家以後都嚟參加呢一個實習。